Hello，大家好。上集同大家講解咗皮膚嘅膚質同埋保養方法，咁今集咧會同大家講解翻點樣去揀適合自己嘅療程。乾性皮膚以油護膚，咁我哋可以揀翻按面、耳燭、刮痧 facial，呢三個 facial 都係用翻啲比較滋潤少少嘅油去做嘅，咁就可以即時俾翻皮膚油分同埋水分。油性肌膚比較污糟啦，我建議揀翻果酸 facial 去做，即時疏通毛孔，之後可以加多個保濕導入。因為做完果酸之後嘅皮膚就好似海綿一樣好吸收，中性皮膚比較好啦，基本咩療程都適合去做嘅。混合性皮膚可以揀翻皮秒嫩白 facial 去做，咁即時可以令到 T 字部位毛孔收細啦，咁改善暗啞膚質，做完就好似剝殼雞蛋咁樣閃靈靈啊。敏感性皮膚可以揀翻啲抗敏 facial 去做，咁就用凍頭導入啲抗敏精華，加強皮膚嘅角質，改善皮膚嘅敏感狀態。想要皮膚好就要記得三大準則：防曬、補水、清潔。如果做足晒呢三樣準則嘅話，皮膚一定唔會差。如果大家對自己皮膚係有疑問嘅話，我歡迎大家 PM 我啊。今集講住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美容嘅知識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 channel 同埋 Facebook、IG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